四川呢個影後面，北京、澳洲，多謝晒武漢。有冇澳門㗎？真係嚟自澳門㗎。好，演唱會嚟到呢度，好唔捨得，因為今晚觀眾都好好，其實嚟到第5場，仲有3場，每晚都同自己講，要好好珍惜，珍惜每一晚嘅舞台。仲有幾句未唱嘅，唔使咁過住。咁啊，我想問大家，今日睇到開唔開心啊？冇滿足啊？值得啩？俾個錢最貴嗰個千幾人，真係俾留命你啊！咁啊，希望大家都帶住開心滿足嘅心離開呢度，陣間平安返屋企。咁喺呢度真係要送埋最後呢幾句俾大家，多謝今晚入場，我要留啲力，聽晚嘅觀眾啦，多謝你哋。因有自信，所以美麗，使我自己都放棄，在門口之中親你，不管身世。多謝。門口有演唱會嘅電話啊，快啲去買啦！返屋企即刻講點啊，可以快啲去買啦！